你好嘛？今日咧，我哋會講下首詩《公義係最光明嘅路》。呢首詩收錄佢嘅葡文書入邊，已經出版咗，喺葡萄牙可以喺西班牙 Amazon 揾到，至於巴西就可以喺網上書店平台，好似 Estante Virtual 同埋 Club de Autos 出版社買到。公義係最光明嘅路，我哋唔可以話自己係最精明嗰啲人。我哋都唔可以話自己係最靚、最高、最強嗰啲人，我哋都唔可以話自己係或者曾經係最善良、最有風度、最有公平競技精神、最有同情心或者最有憐憫心嗰啲人。非洲同巴西嘅原住民同黑人呢，就係證明我嘅歷史唔係咁講嘅。呢段歷史一啲都唔甜，俾鞭打同綁喺木床上死去嘅亡魂都唔會容許我哋講大話。就連嗰啲被遺棄咁腐爛同屎堆中死去嘅葡萄牙士兵，喺呢片無邊大海同廣闊土地上，都唔會容許我哋講大話。同樣，嗰啲被士兵貪婪、野心同暴力傷害嘅受害者，都唔會俾我哋話自己行過咗路係最有尊嚴嗰條路。我哋令貴族同大主教致富，但自己依然貧窮，無依無靠，冇人理。而家就算遲啲為歷史、為曾經發生過嘅悲慘行為同事實感到可惜，都係通往寬恕嘅一條路，亦係同公義結盟。要明白，行正路係唔會令任何人致富，呢個係真，亦唔會帶嚟財富或者榮。但公義會為人帶嚟一條光輝嘅足跡，公義就係最光明嘅路。咁所以我哋成日見到有人話自己做無神論者好自豪，四圍宣揚，好似呢件事好有優勢，仲覺得自己應該得到人哋嘅讚賞，因為佢哋係一個無神論者，佢哋覺得自己就係一班蠢人同傻仔之中嘅聰明人。另一方面呢，有啲人又話自己係基督徒，都係好自豪咁講，好似呢件事仲有咩意義咁，完全唔理基督徒同佢哋喺教會搞出咁多禍害之後，呢啲自稱基督徒嘅人，其實根本唔知耶穌基督講過啲咩勸告。而家就係呢一刻，呢啲基督徒仲支持住世界某啲地方發生嘅種族滅絕同埋殺害小朋友，所以要講清楚，佢呢個咩都唔清楚，黑暗嘅世界入邊，公義其實真係最光明嘅路。